觀眾朋友，今日個好模範的書刊發起來係阿明谷劉浩明，常常會講文化傳承，但是真實傳承下一做人無多。今日有請到位李鳳娟過來當下現場，其實一本帶啊係好音樂嘅，但是伊更加用一句閩南嘅字詞嘅撐起我哋家鄉嘅文化。今日有請到伊來當下現場，攞啲聽伊分享講，伊希望對一句字詞嘅變成一個文化村，變成一個文化村地步，又好食，又好搞，又可以去偏鄉，又可以感觸到我哋家鄉文化味的文化村。我哋馬上放喺度鳳娟講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閩南的李鳳娟。鳳娟哥，其實今日真的是貴榮幸來到也地方落去談到唔來分享這個過程，因為其實我哋記得地講人鄉人也為一個文化村，是他個人去到閩南一定會老了部分，但是我哋貴到也為故事最開始，唔知個係一個音樂先生，當初我想講，一個音樂先生好唔做，伊可以的用去學字雜嘅同時可以的文化村咯，貴到故事最開始好嘛？嘅社會時間啊，就一直學音樂。當然，佢仲係咧自由班，我同學全部都唔會做先生，就做教書，就做老師。我當時就立下志願講，我一定要從事那個音樂嘅專業嘅領域，所以就考上華岡藝術學校。喺台北那3年，我看到這麼多人闽南家鄉嘅古文物啊，能改台北嘅民間。我深深感觸過程，所以呢，一年過了一半，我就聽話中文聽我媽媽啊講啊，係咪講啊？拜託我媽媽將那條古文物，可以書教下來嘅，盡量書教下來。我媽媽講啊，孩子，我書教那個做乜嘅？我媽媽那條東西係我老祖先留下來嘅啦。我喺台北看到幾多，不管是茶藝館啦，還是某個地方。講反正聽誒書教下來就抄嘅，當然媽媽也有談我意思。等到暑假過來時間，有一個機緣就聽我兩個一個恩師，就我做雜嘅先生，佢熟識佢聊天，你就聽我講啊，見個闽南嘅雜嘅可能冇辦法再做下去嘅。我當然係中英講啊，做乜冇辦法做下去？那個冇辦法做下去，好嚴重嘅。講啊，閩南字雜嘅佢，全台灣來講，尤其係台北，有啲人哋講閩南起碼有字雜嘅故鄉，講冇辦法做下去啦。相當嚴重，講師傅幹嘛嘅原因？伊講啊，天人客冇乜嘅人客冇人才教，天二老實講，大家嘅生存，所以轉行。就像我家人講師傅，佢家是有那個經驗，來拜人兩個先生為師，那很熟愛嘛。人當然就講啊，做音樂課班咧，有可能來學那個下，那個做雜嘅哦，特別做工人啊。先生唔做來做工人，我就講啦，我講唔怕，我講我後生啊我係後生，乜嘅都可以嘗試啊。當然師傅談啊都安尼，伊也唔點解講假嘅呀，講真嘅啦。就講啊，較好啊，咁當然也有那個好領域，有那個水準嘅嘢。老實講啊，我係俾人哋為啥你去挑啦？就安尼先結業，等到畢業以後，我過來，當然我想弄做邊個金門義工隊。我過來時間咧，就請那個兩位先生，兩位先生就講啊，我上班聽佢講咧。端正嘅呀，假嘅呀，講先生端正嘅咧，一個好，假嘅係貴很熟那個徒弟，同時就拜兩個恩師。喺呢時間，因為貴要啦，所以呢，坦白講，唱佢家音樂學生嘅真蠻多，又愛教音樂，個人呢又學那個雜嘅，其實也是你講無限不可開交。唔過慢慢呢，一看到那種情形，伊就有聽講幾把啦。伊講啊，鳳娟先生我是因為相同還是做先生較好啦，因為做雜嘅，我佢講啊會冇多年前途啦。我聽我媽媽講幾番，我媽媽技術嘅東西，我係寫多見，儂課班畢業，我唔會講。唔過雜嘅，我佢夾意，行嘅閩南嘅，按你講嘅閩南嘅文化、客家文化。
講我一直有一個願望，就希望俺的客家文化能夠講保存保留下來。所以呢，我媽媽唔怕，我出來就是出來做可能是，係真是冇辦法做嘅事情，我多咗嚟音樂，嘅也冇賺啊。當然，媽媽你講事情，人因為家後生嘅唔有那個想法，對家鄉有那個情懷，咁就去做。那坦白講啦，最大嘅支持者也係我媽媽啦，所以非常嘅感謝伊那個老人家。似乎呢就手把手因為第二我嘅專心度，我講一句，就按一般講特別你講學做乜嘅技術3年，其實兩個先生講我用學音樂嘅精神，半年我就可全部學出師，所以佢那個文化嘅製造嘅部分，我就先保留下來嘅。即係喺學製造嘅種過程地方，有乜個地方係你哋感覺到最難嘅嗎？有，按嚟講其實喺雜聽音樂嚟講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做一個音樂嘅欣賞者，就是聽音樂嘛。但是身為音樂人，必須喺舞台上去表演呀、專場嘅時間，一種心態、理念全部冇相同。相同嘅道理反過來講做雜嘅唱先生嚟做雜嘅聽，佢家落下一周那個心境相同一模一樣，艱苦，但係按你講啦，必須要隨時調整佢家心情壓力，希望呢條路唔下去，因為先生嘅個個在上，家長看到先生嗰個老師好。做一個雜嘅落下一周嘅時間，就是公益，所以那個職務上嘅交替，那隨時扮演着重複的互換的角色，我們必須要有很有方向、很有把握，而且意志力要夠強。所以我嘅時間、學嘅時間也講一段最簡單嘅故事。我爸爸嘅好朋友看到我嗰做雜嘅，全部就聽入朋友講話，有人嘅拉嘅音樂先生，讓我變成嗰啲做雜嘅咯，安尼。所以爸爸鼓勵馬聽嚟講我看唔好做好嘅，我講爸爸，唔是在人講乜嘅，在我講因為我愛家鄉愛那個希望客家文化可以傳承，我有信心將那個客家文化製造可以傳承嘅幾好，那係我對我兩個睇人上嘅保證，所以。我嘅個性也相同，講得多，做得多，所以喺一種環境之下，我強迫我自家，唔單止一條雜嘅一傳承，下一種嘛一突破，因為也幾甘心，係各種細細嘅就上特別讀書，所以接觸到大量嘅就是美學、音樂、美術那條好朋友，所以我就想話雜嘅見面呢位網絡嘅人一天有也種種因素嘛，所以我呢個一個嘅，一天一個嘅，尤其呢一時間，民國70年時間，能西施洋傘，用布雜嚟到已經喺台灣市場佔有率這麼大呀，有旁邊萬人一定買雜咯，有製雜嘅特別是講按你講客家人嘅文化落一天嘅時間。落雨天，冇夏天，你就變人上雜，你講有製雜嘅。各位呢，係有落雨嘅時節，夏天，你就做手藝，所以當時節有製雜嘅，馬唔你唱棉農有種花它的所有地方都有，像最主要講都米而完全就只有米農，那有那個製雜嘅，所以基於那個觀念，於是我就用。我去講年輕創作嘅精神，聽那個結巴體育嘅單一有製造嘅係你人上人。今日來看啦，當初嘅做法係跟你講，唔把一啲最重要嘅技術留下來，然後再加上唔知講後尾加上嘅事情。
故所以把自查的其實伊看到的唔單是喺我哋客家文化地位歸成為一種文化的底蘊，同時其實伊嘛看到伊哋我哋的文化用來行出去一條路。有時下我還同我哋買過多好精彩的故事。放下過來，福起來嘅。首先我來自我哋美濃人鄉人嘅馮權哥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伊當初做乜個學習，我哋做自查嘅。做到當然要講到講，因為其實即個因為有一啲技術咧，一啲本味啦，吼，即個要學到下技術。嗰時其實後來你在擁有嘅技術，在於算是發揮無用嘅一啲場面嘅時間，其實你都唔會講講，朋友唔會來，冇你講師傅冇作為，吼，對我哋即個嘅最主要嘅主角，冇願意傳承，因為即個本身都會做。但是你其實嘛要講到講，你後來係睇啲把骨畫標喺自查上面去嘅。等於如果以前我哋嘅自查嘅幾簡單，好書面，寫一啲詩，好可能寫萬言左右。因為講查嘅係一種共用性嘅東西，你講唔可以睇上面裝嘅東西，但是更加冇用，我哋見到嘅補查嘅其實佢講，但是你可以睇你把查嘅畫上規劃嘅，等於如果唔把查嘅一啲功能性做一啲改變嘅，而唔單止上係拿來。人講擇意用嘅，其實真係拿來好看用嘅。你當初都有想到安尼嘅想法？其實那對查嘅一個歷史文化來講，相當重要一環。就頭頭主持人講到嘅哈，查原本而行嘅實用性嘅，當係創辦嘅時間，我將就是計劃，包括不是因為我嘅聲樂老師，好鋼琴老師。我會講紅豆詞、水調歌頭，那個比較文雅的那種字詞，全部寫歸查當歌。所以呢，這個情況啊，查已經不是，也可以講啊，慢慢也身份是不有點轉變。唔係講像安尼以前只有落一天來比查嘅，慢慢要欣賞那個藝術，講得一時間還唔敢講藝術啦，就講也沒有文創。一時早期也沒有文創的字眼，就講那行嘅查嘅突破，等於講伊有改革，因為那個改革呢，其實可以按嚟講，本歸到外地人來到美濃嘅時間，伊講下，查嘅冇相同嘅呢，而且我要利用燈光嘅光線投射，提這外，你講那畫面會強啊，所以來到美濃嘅時間幾乎。而就會對那個查有認同，再加上呢，你對客家文化是了解嘛？美濃的故事，你又提供一版故事嘅故事性來本那條嘉賓人客來講嘅時間，增加伊對查嘅會有一種情懷，所以呢，人採購嘅信仰就會更強。那也因為安尼，所以查嘅那個量又慢慢嚟本來淘汰嘅。慢慢人再紅起來，因為人家馮權講到係更加清晰嘅，睇個人已經接觸到查嘅都本來都可以喺上面做幾多嘅一種變化啦，但是其實我真係幾想我啲嘢都講，因為我常常會發現到講，其實幾多嘅創業嘅人啊，你聽人家看好來唔看好嘅時節，而看到佢哋以前嘅海派嘅講經啦，其實一部分係其實我幾想我啲嘢都講。因為嗰時間唔可以是把水木我哋個規劃標喺查行嘅時間，其實美濃來講，還有多間做查嘅工。差唔多5間。做個還有5間。但是其實嗰時全台灣省我哋個有自查嘅市場已經萎縮到，怕冇一股嘅，怕冇連一省都冇嘅。冇。可是睇一啲安尼嘅環境底下，唔嗰時間係我講，係已經上講啊，已經行到一條線啦，亂壓下，還是講。其實你只是有看到講，有一年也會查會有一啲自家嘅一啲新嘅發展。我其實以兩個方向來講啦，哈，一個就是韓式訓練嘅個性嘅問題，不服輸，就堅強，硬講，講人講嘅硬講精神。做乜我講硬講呢？
因為俺就認為講啊，天下無乜嘅做唔到嘅事情，請愛做唔做。第二咧有一句關心，啊，我爸爸媽媽係嗰些就培養我那個音樂，所以呢，等於我無乜嘅後顧之憂。我等於講按你講啊，嗬，我除了做音樂先生，也同時嚟做那個雜嘅，哦，變成那個雜嘅，我唔係講啊完全我見靠那個雜嘅生活，好，所以。佢年紀70多年時間，係同時有兩個工作方向，也因為呢可以本來佢太嘅力量，也佢太嘅你講鼓勵，用於去發揮那個雜嘅那個創作嘅精神。伊啲經濟嘅基礎，嚇，伊啲係興趣，但是也係硬強嘅興趣。硬強嘅。其實嗰時間咧，台灣嘅製造業伊啲市場已經萎縮到可以細，但是我哋奉勸過，還是用我哋客家人嘅硬強嘅精神，把下邊我哋真的是客家文化裡面佢創業為伊啲文化伊啲象徵繼續做下去。但是想講，做雜都做雜呀，挖個挖都挖個挖，你做乜可以啲影響人嘅意識存咯？你先對名嘅來講。做乜可以當初我有3個名，3個4個名。那客講哈，頭先我講啊，我就是佢影響人，做那個雜以前有5件嘛哈。其實按你雜所有老師傅啊，一名嘅全部攏江麥嘅姓，江麥嘅姓。意思就是以含你從廣東潮州傳過來嘅，哦，姓就是先生，比先生，啊中間嘅家家攏含你條假名嘅，啊講德姓啊，講南姓，講乜嘅姓。啊，我意思就因為可能我就因為講啊，其實我既然我行改革突破路線，我做唔到再用講乜嘅姓。雖然呢係個傳承文化，好文化，唔過呢，我想話我嗰特別我要睇我一個按個有名嘅文學作家啊，鍾立波先生，有一個人上人，拍成一個電影嘛，再加上人上兩隻字本來有意義，字面嘅意義其實就係你人類嘅故鄉，所以我就講啊，咁我有那個紀念，硬強精神為了客家文化，22世古來都沒咯，那係嘅就是我想講啊，我用嘅來聽那個文化傳承做態做啊。全世界攏地，當然呢世界嘅雄心壯志係一種方向啦，所以我想人上，梗係用人上嚟做。人呢突然做咩嘅話，今年其實我本來就聽那個製造嘅冇乜嘅交集嘅，因為我哋琴晚唔係做雜嘅，做琴晚唔係做雜師傅啊。那因為那個兩個師傅嘅經驗、緣分本來學做那個雜嘅，從唔會到會專業。因為那係一個緣分，所以我就想人上人就用人上人3隻字。那因為地方呢，當時嘅係一個工坊，細間呢人客老實講來佢多，冇辦法符合那條件。再加上我頭有講，一直以來我熟悉佢多客家文化，我就有邊日我就聽我媽媽講，我媽媽。然後來我熟悉嘅那條客家文化，因為冇辦法俾人參觀，我講得佢弄係咧，我講各位人來參觀的時間，素材要睇下，我講係唔係講我想嚟做一個較大嘅學一個文化場，我媽彈到上個彈一下，我媽講猴子唔乜嘅呀，唔講乜嘅呀，做乜嘅呀？我媽媽，我想要做一個人上人製造文化村，唔間隔樣嘅。你講剛才先聽講我冇在挑戰天數，唔去教，唔係有那勇氣，唔去教，後生嘅去教打拼我。坦白講，呢時節佢掙扎，相當掙扎。用講未來嘅觀光第二幕，就靠按你公辦嘛，太嘢按你所有文化村啦，那馬莫包括按呢夏威夷嘅客家文物館，呢時節馬莫成立嘛，所以我就想講我喺嚟做泰當然人客過來，假使冇做，老實講，那個人客熟悉我本身嘅情懷冇辦法去施展出來一樣咯，所以掙扎了差唔多1整年，然後我就呢個唔怕，我既然有本事。跳脫那個音樂，行上那個有製造的專業，
我相信天會助我那種硬頸精神，對客家文化情懷，我相信啦，我祖先也會認同，我也會聽我天說，所以我睇到22歲，27歲就傳播那個人上人自責文化村，美濃第一間規模最大嘅，也講得因為有意時間帶動所有美濃嘅觀光人潮，打上美濃，因為講安尼一年嘅遊覽車，像車輛哦100台以上啊，那個人數相當多啊嗬，當然那個對美濃整體來講係個好事，嗬，等於講啊，那個閘咧要擺布復活。啊！大家嚟到啦，最主要做嘛，看做啥啊咪？看嚟當然能用客家嘅精神、客家嘅熱情、客家嘅好客嚟帶動人，俾人參與，所以人就對那個閘咧就不陌生，等到咧參與感就該有嘅。其實我哋回想我哋30年前，譬如講20-30年前啦，就講27歲嘅時間嘛，唔好講佢時間間我哋嗰度地方有個乜嘅觀光工廠嘛，但是你想講27歲嘅時間，全台灣是冇機嘅用我哋講用產品工廠嘛，講文化產品做成一個算是主業為一個市場嘅一個工廠文化嘅市場，實在是貴少，完全冇，也算是一個貴大嘅投資，因為頭先我一談到講，哦，原來想法是講香港我係南美法啊，其實我講強話法，啊講我是本學自責是講唔係要嚴我個校本講做一個好教嘅樣嚇。冇同人滅你的安排部，你做之前開始做一個算是文化的人氣，可是每年文化人氣，當初去做也會用自責去做一個文化企業時間，有想到講，他個人來也偏出啊，去接觸到他個人可以做自責的一種體驗以外，又話識啊，又話留喺自己啊，佢一部分能用嚟處理。其實按嚟講嗬，學英語嘅寫人嘅，而也頭腦唔係講聰明，而做乜事情較細心。我比較看唔出，所以我當然我想要做那個人上人自責文化村嘅時間，對他人上來講，因為嚇到，因為驚，最主要為了保護生命嘅。其他我嘅心情，我嘅立場來講，我聽我事先做功課，那麼我有好嘅方向，可聽嘅，我來有那個勇氣來做嘛。嗰時也要想法睇新地步已經有規劃嘅，但是也要規劃到底最末做出來係樣嘅咯。下一段節目，我哋咧風景講，我同講休息一下喎，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美濃人鄉人的風景歌，來到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伊做乜成立一個人鄉人的一個文化村。風景歌，因為到上一個節目地步，你即個有講到講，其實你有啲想法嘛。但是想法做一件事情，同時講做到底會成功唔成功，你其實有評估過，也會成功率有一個嘛？有，按嚟講，我以嚟看，那後生嘅不平嘅。我嘅那個後生嘅絕對有問題嘅，腦筋有問題。對我嚟講，我該清楚我該做乜嘅事情。頭都有講，一切為了講客家文化，要用推廣，要用加油各人嘅力量先推進出去。所以我該設計時間完全人上人自責文化村嘅一件一幕，攏投資我自家設計。我就形容到一時間我有一條過位，該好談那條過位，所以我就希望能夠打造從那條過位情景，那個過位小城故事。好，我希望所有嘉賓、所有人客、所有朋友來到美濃，來到人上人自責文化村，看得到，識得到，了解到，了解客家文化，就像小城故事一樣嘅。那個當時這個設計理念就有那種理念下去，所以那我有。我睇淡講我一聽嚟做那個人上人自責文化村，做乜要用自責文化村，唔係用民俗村，唔係用譬如講人上人文化村，定都是人上人自責文化村。其實我係以感恩的心，
揀兩個師傅手把手聽安尼教我到，從唔會教我到歪。第二，我要傳承那個客家文化嘅。第三，我嘅責任一定要發揚光大，所以我標榜嘅絕對就是以自家最專業嘅精神來做那個文化村。等年輕我今日嘛變成算是我哋民農嘅一個觀光地區地方，可以創業嘅一個文化一個地點，但是要歸到傳承一件事情，有傳承影響嘅冇？有，目前儂老實講吼，我也上個中年大叔嘅啦。因為文化嘅東西一定要向上嘅接棒。其實大家儂了解，加上嘅故鄉民農咧，其實向上嘅下擺較少，但唔係。所以我見儂盡量鼓勵，那就向上嘅。目前呢有傳承向上嘅，不過呢，其實係哪擺做嘛個安尼講，因為一步一步改革嘅東西，安尼將那個客家文化傳承保存下來嘅，手藝也數啊改好，將民農嘅那個文化數啊改行。第二個嘅呢，就將那個藝術化那再加上呢，安尼。後生誒，好開始航向於設計因為早個除了國畫，也成為一個歷史誒，可以講得安尼未來方向有一個設計團隊同那個技藝團隊兩個結合之後呢，安尼明年最主要安尼朝向於國際藝術展覽，等於講將客家文化唔單止一項嘅一記早個，將早個嘅精髓。也元素客家嘅文化元素，用嚟融入到一幅畫，唔係像畫嘅喲，就砸嘅，這變成一個可以參展的，可以做成一個藝術展覽嘅一個作品等於如果其實對以前我哋砸嘅係一個拿來代言嘅一個工具，變成還一般變成一個藝術的一個我哋講載體啦，好媒體的載體，就等於講。咋會變成一個你發揮藝術的一個創作的一個算是最基本的幾個東西。好，就像一個畫布一樣的，布以前可能係拿來做長布，但是畫布變成你可以喺畫布上面畫你所有想要畫的東西。其他變質咋會變成從一個代意的東西變成一個藝術的一個載體，因為它上面都可以用無窮樣的畫家、無窮樣藝術家可以喺上面創作無窮的東西。當係以插片嘅去睇按你講嚇，不管油畫、嘅畫、水彩畫，所有嘅藝術展，一行嘅平面嘅，冇錯。紙紮嘅，一行嘅立體嘅，冇錯。唔紮嘅嘢做成一幅畫嚟講，而除了有啲百年嘅傳承嘅工藝師嘅精髓，再加上乜嘅，再加上設計師，再加上你美學的韻底。所以我不是會講喺比較起來，用紙紮嘅做成可以墊入國際藝術殿堂嘅時間，它的層次的意義是差幾多，因為有文化嘅底蘊，非常深嘅底蘊，也講得講安尼客家。冇錯，伊唔單止講係一塊布嘅啦，係一個有文化底蘊嘅一個載體，但是同時有啲東西本身係立體嘅。可以唔單止講一個面向，可以360度去做無窮嘅設計，但是也等於講，以這個已經行出嚟語言來代言嘅一個功能咧。錯啊！而變成一個算是文化創作嘅一個基礎嘅一個平台。咁這個同時又講到講，因為你可以咁有量嘅線上安尼去教嘛，吼，咁更加要去教學生啊。有，也因為那個理念哈，按你講就是回饋社會。其實那幾十年來，我就一直講希望傳承俾後生嘅，所以我本身除了講在文化村地外，又帶動幾家嘅女僕嘅那啲後生嘅組織，再加上呢，我也在實踐太好，開那個文創設計，特別按呢創業實務，來。針對那個太細嘅4年生嘅學生咧，因為講我會講4年生，因為今個時代環境改變，太熱太深嘅學生懂得想法，今個面臨出社會嘅種壓力較冇，所以呢太細嘅時間就準備唔係升學，就業
然後就創業。所以我目前擔任的角色就是希望大四的台西嘅學生台學新人生對那方面對佢家想要創業也好，佢家想要從事文化工作也好，佢家想要包括圖書研究所那方面我都有提前開課啦。因為我相信係一個關於創業的傳輸咯，因為唔係算是替啲馬雅人的文化產業地步，用企業性的一個想法。組織哈，然後去把伊去做一個新的行出一條新的一條路。本來講，也要早可能像過多的工，算是農業消費過度到工業消費地步以後，有些東西真的都冇得用的，冇得用的都冇存在的啦。哦，但是你這個把伊行出一條新的路，同時俾伊的新的一種能夠詮釋的意義。咁貴上我第二講，從這個去太好地步教書，4年我看也要優質雜哦，也對那個好奇，因為英語講老師，這個很漂亮，但是很複雜。我體驗講，其實唔可以很複雜哈，唔係真實有而已，唔真實有可以接受於不複雜。我媽體驗講，你看老師以前很後生，也是從唔會到會呀，更何況老師現在個人身邊，只要你願意學，那就願意搞。還有我用一點個重要的教研啦，我講你唔好小看那個，唔是講客家文化嘛個文化哈，唔就看那個文創來講哦，我講年底人上人從老師、民農從某都有嘅時間，你講得個用響，嗰上莫講全台灣全台灣文創嘅首獎就坐落在原鄉園，得到5個御三獎。那個其實對於俺們高雄市政府，對俺們高雄市民，講有樣也唔係講俺們去講人上人好，這是得來不易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榮譽。那象徵乜嘅？象徵俺們客家文化，其實在俺們台灣本身就有安好的文化底蘊。像講以前冇人去提拔舉出來，俺當然就做那個領航者。我也會很大膽的去挑戰這個御三獎，結果按了一次100就獲得5個獎項，那個講得全台灣第一個呀。其實對於啲文化產品來講嘛，其實嘛係一啲冇簡單的事情啦，因為其實嗰度文化產品地方，而冇辦法去轉化出一啲新的一啲意義，同一啲新的路嘅世界，而都冇辦法去公告發行一些，冇辦法睇一啲新的社會地位存在下來啦。咁係用嚟聽嘢，嗰上我第二都講，從你把亞嘅優質雜會推到國外嘅時節，外國人用我看下優質雜呀。當然，你講嗰個是文化藝術，推下國外，最重要係問個語言 language，所以你一聽有相關嘅那個語言嘅語言嘅人才培訓，培訓而對他嘅，你要參展，也要推廣出去嘅產品，而了解之後，也有透過專業的語言去表達，變成俺的文化表達沒有零距離，俺的世界對方的接受度來會高。唔係假是講搶東西擺一個嘢，冇乜嘅，其實坦白講啦，那個你講受到肯定會有限，才會講那會講不知道意義在哪裡回來寫嘅。嗰時聽外面稱讚嘅時間，因為冇搶到上嚟的台灣人來講，幫人可能體育地，好讓人哋以前過去用嘅東西啦，或者係買個客家文化啦，買個上面買個圖，但對外國人來講話，真係講beautiful， 佢講很漂亮，然後就飄走了。對啊。如果說裡面有一個專業嘅人，有公司培訓，也按你講結合了解那個就從按你專業了解那個歷史文化。亦可以講到啦，用最重要、簡單扼要嘅來表達嘅時間，電動嘅跟人也接受程度會高啊。喺節目嘅最尾啦，唔知佢對於紙紮同網絡講嘅人用紙紮呢啲文化傳來講嘅話，有未來有乜個想法？我未來嘅計劃就講1年內我會出一本書，那本書當然要做第二個我身為客家人，客家情懷嘅書啦，就是書中就是寫我嘅過往嘅點點滴滴，那就我主要目標係我對後生嘅有一個啟發作用，鼓勵人
可以勇於嘗試，大膽的去走出自己的夢想。天爺啊，就講啊，我5年內其實藝術、美學、音樂等等文化，其實它都是勾連在一塊。所以5年內我就想要再回歸辦一場個人的就是一個獨奏會，因為我從韓生一直弄鋼琴跟聲樂，所以這也是我本身人生的規劃計劃裡面。伊在看紅了，我本時代淘汰的自然會睇風景嗰書地方，伊慢慢的行出自己的一條路。但是今日本阿明姑感覺到幾甘心的講，其實風景哥伊自家對伊個影響的伊個事情，吼，伊個影響如係伊個故鄉民農，而且產生出來伊個文化，伊同時帶動一種幾感恩的心來去把一條事情做個幾好。今日我感謝阿個風景哥咯，現在本身按到按精彩的事情。感謝主持人，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希望有機會有緣來到美濃，本美濃來做客，同時來到人上人自然文化村來詳述那個小城故事的故事，感謝。休息一下我都聽我哋欣賞來強化運動哦。我看福喜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